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北定节，去互国民党的议员来批评，是史上上烂的定节，包括这个预算创新悬大约6000万。过来，这个花灯的距离伤过远咯，踏车是踏甲扁，也有摊贩的生意是有够歹。也毋过郭文体无认同，认为这个话讲了伤重咯。另外，台北市政府早起嘛来宣布，3月7日开始要来提关到敬老卡甲爱心卡。坐客停车甲双程观光巴士的补助，但是去互算讲，这是咧挽救着老大人的支持度。3月7开始，台北市用敬老卡甲爱心卡，坐敬老爱心计程车甲双站的观光巴士提关补助，部分车主金额关价一律提关做单抓补助50块。不过，郭文在进前减掉敬老金引发反弹，比质疑即马是不是咧抢救老人的支持度？不要凡事都是要什么抢救的。事实上一个同样花同样的钱还是希望说它能够有最大的社会效益的。推荐老卡主要还是改善公共运输的。台北定节这礼拜就要结束，但是议员批评是史上上烂的定节，包括定节预算创新悬6000万，花灯距离遥远，交通塌，摊贩生意歹，毛议员分析原因。市府首长的更动太频繁了，标案都是在陈时宇局长任内的时候发包的，所有的规划都是按照他的规划去制作这个标案，结果标案发包了以后，他人就跑去选举了。我去看是还好了，不过他们工作人业务很 depression 呢。认为用史上上烂短4个字来形容，真正是严重啊！台北定节统计到即嘛是超过200万人次上灯，是毋是会当突破去年的人次咧？这周末就知影。